呢條片教你如何喺銳捷雲配置 AP Mesh。去銳捷雲嘅官方網站，喺顯示嘅網頁輸入你嘅用戶名同密碼，然後點擊登入。喺主頁點擊項目名稱，喺顯示嘅頁面選擇配置、設備配置、無線 AP Mesh。確保 Mesh 組網已經開啟。如果未開啟，請開啟。點擊掃描以添加設備，搜尋可用嘅 AP。從掃描結果中選擇所需嘅設備。點擊配對，等待配對完成。檢查設備名稱旁邊嘅符號以確認配對是否成功。然後點擊完成。喺 AP 名稱列中點擊 AP 名稱已修改。喺操作列中點擊詳細以查看設備詳情。點擊 eWeb 以訪問設備嘅 eWeb。更多選單中嘅 SSH 按鈕只用於創建到銳意設備嘅隧道，令開發者能夠排除故障。從更多選單中選擇 Web CLI， 然後選擇一般連接性運行狀態客戶端或 WLAN 以查看相應嘅詳情。點擊更多，點擊隧道。喺顯示嘅頁面，你可以創建隧道並查看本地同全球隧道列表。點擊更多同 Ping， 你可以喺顯示嘅頁面上進行 Ping 測試。點擊更多以查看設備嘅更多詳細信息。喺監控頁面上有3個標籤：概覽、日誌歷史同無線體驗。前往配置，你可以設定 VLAN， 包括 AP 界面配置、配置 VLAN 端口、添加新 VLAN 以及查看 VLAN 列表。點擊 RF 功率以配置設備上嘅 RF 設置。配置完成後點擊保存。若需進一步了解，請喺影片下留言或發郵件俾我哋。下次再見。